樣新嘅玩意啦，叫科學進步。透過科學進步咧，我哋可以做到啲咩效果？低頻悠長同埋穩定，係持續咁樣就冇乜變化，刺激你個身體嘅健康。咁個熱度咧就會嗰啲咩手踭嗰個位溫度喺度，嗰頭啦。跟住另外三隻手指要開咗就冇咗啦。有冇啊？然後由下而上輕輕，第一隻盤，第一隻盤。